继续来看这个苗栗造桥的昆鱼废弃物掩埋场，这个业者甲当地居民已经冲突几介了，县府再度来核准试运转的计划，结果反昆鱼自救会透明搬阿妈头角去挡离的掩埋场的门口，打算要控制到底。业者嘛无认输，使挖土机甲花挡掉咧，双方拢无要相让，爆发几波的冲突。卡拉机驶到纳色栏杆的大门口，挡伫红门头角的头前，互徛伫红门头角的民众真不满，双方起口角。徛伫红门头角顶悬的民众无愿意行，头前的卡拉机嘛无愿让，双方互相呛声。哪一个？我怕你啊！哪一个？代志发生伫苗栗造桥乡的昆鱼废弃物掩埋场，业者和在地居民几下摆因为认知差发生冲突。14号县府核准昆鱼掩埋场，搁一摆试运转计划。消息出来了后，反昆鱼自救会的人透明甲红门头角搬去掩埋场的门卡口，甲出入口挡掉咧，袂互载运废弃物的大车入去。拍算试运转的90天，拢要直接控制。业者嘛伫今日半暝使卡拉机回动自救会红门头角来反击，双方无要相让。苗栗县议员宋国鼎找在地村长，阁有代表开记者会，继续呛掩埋场的试运转计划有真侪争议。开发面积、地磅站等等必要设施的争议问题，但是为了回避这样的争议，昆宇公司这一次采用了全新的策略，怎么样？在桃园来租赁这样的地磅站，距离超过80公里。中间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怎么样的监督？如何确保我们的废弃物种类跟申报年代是相符？议员质疑掩埋场的过磅站是安怎要设置离场区超过80公里远的桃园，未来要安怎监督嘛是问题。如受限于厂区面积无法设置地磅者，可以由第三公证过磅单位进行过磅，且在证书有效期限内的地磅是符合现行法令规定。环保局回应，业者有符合公民用废弃物清除管理机构稀库管理办法，交予第三方公证过磅单位进行过磅的规范，并无不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